继续来看高雄迄件台人分尸案，看出着案外案。讲相关的小弟原来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已经逃亡失联2年外，一度有风声，恐惊嘛去互嫌犯杀害了。专案小组为着要确认，嘛发出着追捕令，总算伫迄昨找着人。讲伊这个睡厝的所在，离这个命案的现场只有700公尺。这个小弟讲，伊2年前就搬离开前镇的厝，嘛无甲兄哥联络。伊的兄哥台人分尸，伊是知影这件代志的。县长嫌犯犯下台人案，各将尸体弹掉。因小弟因为毒品被通缉2档，即卖被警方逮捕。因这是咧一只咧。大狗算5个，咧拍卖出也是咧比13安尼款。普通拢几个人啊？3、4个、4、5个啦。县长嫌犯因小弟伫下星期巷仔内睡厝，行来到通道后壁的小套房。县长嫌犯因小弟平常时会伫遮拍牌做二娘，伊今年71岁。2021年11月，因为毒品案去互最高法院判刑17档的有期徒刑。是讲到入监服刑迄天，伊所以伫网无来报道。2023年8月去互通缉，风声讲小弟的名，嘛去互县长嫌犯写入伊死亡簿啊。专案小组11号随全力通缉，短短2天就抓着人。也毋过互专案小组着惊的，就是县长嫌犯伊小弟睡厝的所在，离老厝也就是台人的现场，敢若700公尺尔。这对兄弟啊，到底敢有联络？昨天他弟弟有上电视，我看过他弟弟。哦，你有看过他弟弟？看过，以前看过那个年轻的时候啊，现在很久没有看到。厝边讲无看过因有来往。警方侦讯时，县长嫌犯因小弟也讲，早就无和阿兄联络，也毋过阿兄犯下杀人案，一早就知影，嘛知影家己已经走无路，过无几天，亲戚都互警方抓入去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